这房间有够大间的啊！你说，你说，没错嘛？以前嘛想要做啥？我今嘛想要做一根刀，一定当做的。干冒险！哎对，我无卖过歹名厝，卖无好吼，公司是有损失的。莫讲歹名厝啦，好名厝你嘛卖袂出去啦。对，你无试过，嘛哪知影？对你啦。占听人讲吼，这兄弟若卖无好吼，阮会登去，人会输。就这种歹名厝挂了，你还去庙内面行行洗洗。哦，你开始带身躯边的人就错赛啊啦！我就惊的。我说身躯边的人，敢有这严重？每礼拜日暗时8点，公司台语台，愿意外厝卡。